15運會及殘特奧會澳門體育代表團授旗儀式暨澳門賽區志願者誓師大會。我們志願服務15運會與殘特奧會，秉承愛國愛澳之情，弘揚奧林匹克之光。我承諾盡己所能，真誠奉獻，堅守崗位，團結協助，以專業服務助力賽事，以溫暖笑容展現澳門風采。為全運澳門賽區增添光彩。邀請各位稍移玉步到台下嘉賓區。今日我哋係共聚一堂，隆重舉行澳門特區體育代表團授旗儀式暨澳門賽區志願者服務隊伍誓師大會。呢個係別具意義嘅重要時刻。喺呢度，我謹代表特區政府向每一位為呢場國家盛事付出努力嘅體育界代表團嘅成員，同埋各位志願者嘅朋友，致以誠摯嘅問候同埋崇高嘅敬意。我哋澳門特區將會派出超過400人嘅體育代表團，以及超過180人嘅殘特奧會嘅代表團參與競技。期望各位運動員把握機會，以最佳嘅競技狀態，響全國最高水平嘅競技舞台上一展風采，超越自我，收穫友誼，弘揚澳門運動員團結協作、頑強拼搏嘅體育精神，向全國各地朋友傳遞我哋澳門嘅魅力同埋獨特嘅風采。呢次嘅運動會既係屬於運動員嘅盛會，亦係屬於志願者嘅盛會，同樣值得為每一位辛勤奉獻嘅志願者朋友點讚同埋喝彩。你哋嘅真誠微笑將成為賽事最溫暖嘅風景，你哋嘅專業服務將會為賽事嘅順暢運行嘅堅實嘅保障。你哋係呢場盛會上澳門最佳嘅宣傳大使，係不可或缺嘅重要力量。最後讓我哋共同祝願澳門體育代表團奮勇爭先，為澳爭光，亦祝願所有志願者朋友響服務中收穫滿滿，留下人生珍貴而光輝嘅光榮嘅一頁。多謝大家。獻上不朽精神，傳遞熱血和快樂能量。參加呢個咁大型嘅全國運動會啦，咁就為大家運動員去做呢個咁嘅授旗儀式啦。咁希望我哋澳門嘅運動員啦都可以盡情咁發揮啦，喺舞台上。咁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攞到好成績。整體嚟講，我哋要求嘅志願者人數啦，3500個左右啦，已經其實係完全達到我哋個要求啦。大家嗰個喺個培訓過程或者實習過程咧，亦都大家都表現得非常之積極。咁無論學生又好，或者係唔同社團嘅朋友都好啦，不論年紀係年長啲或者係比較後生啲嘅，大家都係非常之好積極，好希望協助特區辦好15運澳門賽區嘅所有工作啦。咁喺過去一段時間嘅培訓工作，或者係俾佢哋嘅實習工作呢，我哋亦都係透過咗好多嘅專業嘅導師啦，一啲嘅唔同嘅知識俾到我哋嘅志願者。咁我哋對所有志願者都非常之有信心。全城期待，我撐澳門運動員。